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有一首诗歌信息第611首，对主的人有幸福，来明白咱的心。对主的人有幸福，然后准忧伤真快乐，但是却无路迎心，满心平安真得意。咱来吟3集。来唱。对主的人有幸福，那准忧伤真快乐，但是却无路迎心，我是平安真得意。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的跳跳真大欢喜，轻了主唔通忘你，就你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他也通通的快乐。地主福音进我心，找袂见你开声音。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的跳跳真大欢喜，轻了主唔通忘你，就你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对主的人有幸福，虽然行黑暗山路，那对耶稣的脚步，陪你主互咱带路。为你快乐，对主的人快乐，主的快乐无通比。心的跳跳大欢喜，轻了主唔通忘你，就你快乐，永远通得主快乐。咱们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还在这样疫情紧绷，在这样危难的时刻，主啊，我们能够在你的殿前敬拜是何等的感恩。主啊，我们知道主你大能掌管一切，我们也仍有信心在你面前能知道主你的平安，那是超乎我们所想象。主啊，求你保守我们在线上在网络上听到的各位弟兄姐妹，在你的殿前敬拜的弟兄姐妹，在诗歌，在正道时同得你的祝福，也能领受主你的旨意。愿在这样的敬拜当中，不见一人，只见耶稣。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在礼拜开始之前，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搁一遍引带阮进入你的圣殿，互阮会当透过今仔日的礼拜，甲你交陪，听你的话。主啊，阮也恳求你即个时刻，
切恳伫咱内心的信心来帮助阮，除去阮心中一切无属伫你的意念，互阮会当用专一的心智来服侍敬拜你。阮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心怀意念，互阮会当注心听你的话，互你的话心中伫阮的心内，互阮带来今生改变力量。安尼感谢甲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参加。你兼毋知，兼毋捌听着，上主是永远的上帝，是全地的创造主。伊袂业嘛袂善，伊的智慧袂当测量。野心的人，伊使因溃烂；软弱的人，伊互因淋漓。连少年人拢会业会善，勇壮的人嘛会忝甲倒落去。请咱来吟诗学老上帝，圣诗125首，美妙主耶稣。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
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信在，信在，信在，全能的爸，永远的上帝，创造天地甲其中的万象物。你的荣光充满天甲地，愿荣光归伫你。你是赐救恩甲快乐的主，你是阮的主，赏赐永远望的恩典。你是阮的快乐，阮要唱歌称赞。你甲阮解救，所有求救上主的人，你甲因亲近。你亲近心思求救你的人，敬畏你的人，你会互因的心愿实现，各会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阮愿意信靠你，尊重你，信任咱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清去。至高自爱的主啊，你主动追求拯救失落的人，主耶稣，你道成肉体，伫十字架顶互相受做罪，满足上帝的公义，搁显明上帝的慈爱，互阮因信主耶稣全家得救。愿主圣神继续带领阮走伫主的恩典道路，永远甲阮同在，直到见主面。主啊，阮的肢体当中有人身体欠安，心心软弱；有人经济遇到困难，生活遇到挫折；有人心操烦，互世俗来羁绊；有人伤心世界看袂到道路。求你的手亲自牵着阮，行过每一个阶段，替阮拆开心中迄个死角。主啊，求你看顾阮逐人无共款的需要，但是就遵照你的旨意来成就。亲爱的主，伫即个月，美国南加州俄湾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发生无差别攻击的侵杀事件，造成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第大集医生勇敢救人，用伊的肉体来当枪子，牺牲伊的性命。求主亲自安慰陈医生的家人，这种意外一定为因带来极大的哀伤。求你施恩帮赞，求圣神来安慰带领因度过这段上艰难的日子。阮也恳求你医治照顾受伤的兄弟，互因得到完全的复原。恳求主施恩，互看起这场意外的人，嘛会对惊吓中得到透放，坚固因的信心。亲爱的主，伫即疫情严重，本土确诊数每一天有8万人，求主保守解救阮甲阮的亲人朋友，除去阮心中对感染的担忧甲惊吓。为着已经感染的亲人朋友，求主来医治，帮助因倚靠你，除去因心中的不安，得到主的平安。求主赐予教会同工身体、心灵勇壮，人民得到主的牧养甲看顾。求上帝带领幸福小组的事工顺利进行，蒙上帝恩典，并且成做福音的出口，领人来归主。阮的祈祷无完全，阮要因主耶稣基督所教示的祈祷文，谦卑祈祷讲：阮伫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日市，就救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
启应文第31篇，诗篇127、128。厝体南是上主建造，城南是上主固守。恁早早起来，晚晚才困。上主所疼爱的人，今日是上主所赐的产业。少年的时所生的囝儿，这地饱饱的人真有福气。敬畏上主的人真有福气。你会当用双手拍拼得到的，你会当食双手拍拼得到的食物。你的某伫厝内亲像交结果子的葡萄树。一声，敬畏上主的人一定这样幸福。愿上主对西安赐福予你。愿你会看到行行顺顺。恭敬来听上帝话，记载伫旧约圣经传道书第3章12节到14节。我知人活着上好是快乐，搁做好事。人嘛食嘛啉，享受伊拍拼得到的，伫伊一切所乐的来享福，这嘛是上帝所赐。我知上帝所做一切，拢会留到永远，袂加添，袂减少。上帝安尼做，是要互人伫伊的面前心存敬畏。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听叹伊话的人。赞美只是要请圣歌队来学乐。因所要吟的诗歌是你扶持我。
感谢圣歌队。感谢圣歌队，愿圣歌队美妙的歌声会当成做芳芳的祭来献给上帝。今仔日特别邀请詹俊如长老来见证分享。詹长老伊学经历丰富，伫人的眼光来看，伊是标准的人心胜利组。伫事业来到高峰担任新光产物保险公司的总经理，煞拄着人事上的斗争，互伊不得已来选择离开。后来得到犹有7年的时间陷入忧郁的折磨，伊安怎回头来到上帝的面前？我靠上帝得到快乐。体会到上帝对伊生命的使命甲旨意，伊分享的题目是束缚我忠心的信仰。咱请詹长老。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大圣，咱三界来祈祷。慈悲怜悯听人阮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你伫万百姓中间拣选阮真侪你的囝儿，互阮有福分伫主你的国度。虽然阮人愚妄，有时毋知主你伫阮身上的旨意，但是透过主你为阮安排的一切，互阮知主你是听阮的，你就是阮唯一的倚靠。阮伫咧面前也为着今仔日的敬拜。以及阮伫所在要所讲的、听的，拢会当平平得到主你的祝福。阮伫面前安尼恳求感谢，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讲到咱的信仰，我伫我一生中间，会当讲伫民国93年进前，我拢一直认为讲上帝对我真好。是安怎安尼讲？因为咱伫咱的生活中间，无毋着伫工作上，也是伫家庭上，上帝拢真正哩祝福我。后我伫93年的时，甚至我当时还阁有想讲，有一个机会会当到新光产物去做总经理的时，因为我知新光产物保险的头家甲头家娘是真正哩虔诚的负责人。所以我心肝想讲，我若去到迄个所在，我会当来甲因传福音。好心就敢若认为讲，我家己嘛是真敖呢。但是当我去甲因面试的时，我甲因讲，我知影恁是负责人，我是基督徒，你会要紧无？无拍算，迄阵当然董事长的太太孙若兰小姐，伊就讲，基督徒真好。就惊你无够虔诚，基督徒很好，就怕你不够虔诚。迄阵听到即句话时，我也无感觉安怎，因为我迄阵认为讲我真虔诚。但是即几年，特别是行出有疫情了后，我才知影我无够虔诚。伫我是安怎，我的一生中间，我会去拄了迄7年的忧郁症。忧郁症，英语叫做 melancholia。我头一摆看到这字的时，我讲这字真有意思。melancholia， 华语叫做没人 call 你啊，因为无人甲你救啦。加在我有主上帝甲我救，所以我还阁有机会会当顶头生。讲到我的信仰，我4岁就伫南坎教会参加主日学。但是坦白讲，迄个时阵知影有主耶稣疼我，但是好亲像甲我哪有啥物关系？一直到阮爸爸因为工作的关系，阮搬起来桃园。民国54年，嘉南教会设立，我嘛拢无爱去教会。阮妈妈去教会，但是阮拢无爱去。
当时嘉南教会有一年新学生，就是彭德贵牧师，伊伫遐做新学生，因为伊是我的大金仔的弟弟，所以我妈妈讲你爱去参加。尤其伊迄阵是还阁少年吼，所以去参加青少年团契。但是我去参加，我无想爱去，因为我感觉这信仰对我无啥物帮助，去遐拢无好耍。甚至迄个时阵去的时，看人足欢喜的伫遐咧耍，我拢坐喺边啊。所以我足无爱去，无爱去爱找理由，要考试，要创啥？所以拢足无爱去教会。所以会使讲，我对嘉南教会迄阵青少年团契了后，高中、大学我拢无去教会，一直到大学毕业去做兵，抽签竟然抽到签王的上大迄支，毋是金马奖，是东引奖。我咧东引，要去的时，我的妈妈因足惊阮这个囡仔信仰无好，所以虽然阮无要去教会，但是我要准备要去东引的时，阮妈妈摕一本圣经给我，讲正如你这本圣经早去，逐工爱读圣经，逐工爱读圣经。妈妈讲，咱就甲早去，但是早去我囥伫我的办公桌顶头，甲囥伫遐，圣经囥伫遐，逐工读圣经。读一年4个月，读2字圣经。所以牧师叫咱读圣经有简单无？迄2字尔，读圣经。我一年4个月，干那读圣经迄2字，原封不动，退伍佫早转来。我妈妈问我讲：“你有读圣经无？”有。应该伊要大声。我妈妈无问讲你有现开无？我读圣经干那读迄2字尔。所以我一直到退伍转来时，我圣经干那读迄2字。拢无变开，但是感谢上帝，伊并无甲我放杀，因为我转来找到头路，阮爸爸就马上叫我爱结婚，因为你已经有头路啊。要结婚的时，因为我拢无去教会，但是阮妈妈坚持讲，一定要有牧师来甲你做证婚才会使，所以甲单独用牧师讲来甲伊证婚，但是无去教会，阮是伫阮兜做结婚礼拜，我真感动，是牧师为着我来到阮兜，为着阮做礼拜。但是因为安尼，所以单独牧师就讲：啊，你都转来啊吼，正如你转来啊，你爱来教会吼。但是我拢无爱去。但是迄阵嘉南教会当咧推家庭小组，家庭小组有一天，康文生长老敲电话给我。正如啊，当你著结婚啊吼，啊你会使来转来教会，啊你若无要转来教会，无你先来小组。所以我当时去苏南营长老因兜参加头一摆嘉南教会家庭小组，伫遐聚会几礼拜了后，陈长牧师讲，正如啊，阮后期要开迄个小组长训练要开始啊，你爱来参加。我讲好，去参加。我想讲参加就无啥，上课听听咧哪要紧，哪会知影听煞？上课煞讲来，准如你去带一组。我啊，安内变安尼？我还袂洗礼呢，哪叫我去带一组？我迄阵嘛心肝想讲好啊，你著叫我带，我著来带。但是我还袂洗礼。我迄阵想讲，我著无洗礼，我是安怎做小组长？可能单独用牧师对我有真有信心的款，所以我就安尼伫迄个教会开始伫教会。但是我当时有一个心愿，就是讲，我若要伫教会服侍，阮太太一定爱参加。所以我甲阮太太讲，咱若要去做阵来，啊若无就莫去。阮太太讲，我来问阮爸爸妈妈看卖。所以我伊写批去问因爸爸妈妈，因爸爸妈妈敢若应一句话：嫁人就对人去啊，吼。嫁人你就对人去啊，所以我要去，伊就要去，讲好。所以就安尼，阮两阿某伫教会开始来服侍。我真感谢上帝，是加在阮太太有来教会，若无我忧郁症可能行袂出来。当时伫教会开始了后，我67年结婚，但是上帝都无爱还有囡仔。我若无避孕，就是生无啦。1年、2年、3年、4年，
一直到71年年初的时，有一摆伫阮教会一个吴正宏弟兄引导做小组的时，我阁做小组长。礼拜煞，就是小组煞了后，伊有传一寡物件伫遐。我讲我食好啊，因迄吴先生甲我讲，你阁食一碗绝对会生。为了迄句话，我做阁食一碗。食一碗了后，过无几工，阮太太讲去验起来，讲有心啊。所以阮查某囝71年相似节，国庆宝宝出世。阮伫迄段小组的时，逐个全教会咧替阮祈祷的时，我甲阮太太讲：啊，若上帝真是赏赐咱一个囡仔的时，咱是毋是应该来洗礼？所以阮查某囝71年相信节出世了后，阮甲阮太太71年12月12洗礼。洗礼煞，阮囝对了后壁随来。阮囝72年8月20，安尼恁听知影吼？双十节啊，甲一个第2年的8月20，小学读一工，共一班，所以大家拢讲阮迄是双生双生的啦吼，双胞胎。结果毋是，就是安尼来。但是感谢上帝，因为安尼洗礼啊，所以伫1985年。我受选变执事，1990年就选了长老，所以证明我做甲足老啊。长老做足久的，但是虽然伫遐做执事、做长老，但是我后来想起来，我伫迄个期间，包括我顶头生进前，我好亲像信仰对我来讲，敢若是好像一个护身符而已。包括我伫职场上，我伫遐咧上班，我逐工敢若想讲公司的代志，所以虽然做执事、做长老，教会的服侍有当时周间拢阮太太咧替我做。长老爱探访，阮太太去，所以长老毋是我咧做，阮太太咧做。但是感谢上帝，是阮太太真是安尼做，啊，我嘛真是足拍拼，哇，升官一直起来，一直到93年，上市公司的总经理。好形象，敢若足样的吼。但是人就是袂使骄傲，人就是袂使骄傲。咱圣经内底嘛，甲咱讲，咱袂使骄傲，因为上帝阻止骄傲的人，要赐福气，互谦卑的人、谦逊的人。但是伫即场上真正呢风光的时，我想讲我足敖的，所以去甲成功产物的时，我足认真咧做5年外，我想讲我一定阁一直继续一直做落去，无拍算。伫第5年的时，老头家中风了后，交伊的囝儿，伊的囝的时，人因为少年派，伊讲这老伙仔无爱。我感觉讲我来遮拍拼到要死，是安怎恁爱要甲我赶走？当然，赶走了后，咱就是去用赶走去，无法度。但是我心内真无平安，真怨愤，是安怎哪会安尼？所以我要离开的时，我心内有一个心愿，我要来去另外找一间上歹的公司，拼互你看，证明我足敖的。所以我去台塑保产险，但是去迄个所在。第2天，招集图书馆来开会时，就有人问讲：总经理，你会当挡偌久？总经理，你会当挡偌久？我讲是点，你哪会安尼问？伊讲：因为报告总经理，因为咱公司3年来换4个董事长，6个总经理，你是第7个，所以平均一个总经理做半年，你会当挡偌久？你若挡会久，阮就听你的；你若挡袂久，阮就无要听你的。所以我想讲系啊。所以我当初去的时，所想的计划要安怎做，要安怎做。第2天我就讲系啊。所以对第2天开始听了后，我逐工去到办公室，跪伫迄个所在祈祷，上帝啊，你著帮助我，你著帮助我。上帝拢不爱听，因为我的骄傲还无调去。所以伫后来伫迄个所在真是有影，问题足济，无人甲你斗解决。
困袂去。我3个月困袂去，第4个月我就倒落啊，倒落啊。我还会记得迄阵，就是迄年伫嘉南教会伫妇女馆，伫遐咧庆祝圣诞节的时，我伫迄个所在上安软落去，然后才知影讲肝已经歹去啊。后来太太、妈妈、姐姐强迫我一定要离开，所以我怎安尼离开？但是离开了后，我迄阵也开始头壳想讲，啊，我哪有面通好见人？我要做互人看呢？啊，哪会变安尼？所以对迄阵开始，我怎安尼无爱去教会，无爱去找人朋友。但是我是长老，所以你袂使无去教会。但是上帝嘛知影，所以民国100年的时，我迄年拄啊好长老4年休1年，我迄年拄啊轮休，轮休我就拢闭咧厝诶，无爱无面见人啦。包括若出去亲戚朋友看到我，说：“哎呀，准如啊，你足敖啊，做甲总经理。”啊，即摆咧，所以头壳举袂起来，感觉足见笑诶，所以我全毋敢出门。无拍算，休1年，第2年要搁开始选长老诶时，我就去甲郑正仁牧师讲：“牧师，我身体无好，莫甲我选，我无爱做，我无爱做。”郑正仁牧师讲：“要做毋做是毋是你讲诶啦？你出来选也无一定选会着啦。意思讲我来出来选长老，也无一定选会着啦。所以，互伊讲一个，我则毋敢讲我无爱选呢。我交互上帝，哪会知影一个选佫调，第2股票佫选调，选调2012年，嘉南教会决定讲要伫50周年的时，要献一间教会互上帝，就是即卖的嘉光教会。所以嘉光教会伫2012年2月初5设立，叫做嘉光福音中心。这间中心设立了，陈碧志牧师带阮出去，23个人出去。当时要出去进前，伫小会时，郑正仁牧师讲，爱派2个长老出去协助。来，恁有人自愿无？各位兄弟，当场阮逐场拢总15个长老，拢无人举手。无人举手要安怎？郑正仁牧师干了一句话：啥物人带较近？我甲张鹏伟张人带上近，恁2个去，所以阮怎啊互派去？派去迄个所在，本来迄阵啊，佫讲去是做兵做2冬，结果是即摆还袂退伍，10冬还袂退伍。但是我真感谢上帝是，伫迄个之间，我才体会讲上帝要用我。虽然我迄阵还袂行出来，但是我讲上帝要用我，但是我一直感觉讲，哦，我足无面子，我足无面子，我足无面子，毋敢见人。甚至伫2015年，就是第3年，拄啊是嘉南教会50周年的时，嘉光教会变做正式的堂会。正式堂会就是爱派第2长老爱去中会。我去参加中会时，因为迄阵阮4个长老内底，干那我退休尔，剩的少年的拢爱上班，所以派我去。派我去，我心肝是想讲，啊去就去啊，反正也无人捌我，我就掂掂就好啊，拢无人代志，无代志。哪会知影迄天要选中委会计中委的时，张文仁牧师看到我，啊你敢是成功的总经理？因为伊捌去嘉南教会，捌看到我，所以伊就讲，选伊就对啊。结果真是去互选着，却走袂去。所以我本来想讲，会当闪就闪啊，哪会去用迄落？所以，但是我迄阵还阁是无法度行出来，因为我还阁足惊见人。我一直到2018年，因为2017年12月时，迄阵的牧师讲我说，恁长老爱去争取教会去上医院的课程。我讲我无爱，因为明年我阁轮休。但是迄阵我无爱去，阮遮其他的长老讲我去甲你载，所以阮就怎安尼去参加。但是嘛，感谢上帝，迄阵去参加，虽然我去的时，我心内也想讲无爱啦，无爱啦，莫找我啦，无效啦。我心肝想讲去上迄嘛无效。结果去遐上课，迄天头一天的早起上啥？
上阮的教会，对肖祥修牧师咧讲因的教会安怎发展。我讲迄恁兜的代志，甲我有什么关系？下晡先知的课程，我讲什么哪有先知？上帝拢直接迄落哪有先知？但是迄天就是迄天下晡的先知，迄个这个是，伊讲有恁每一个人，阮拢有派2个人替恁祈祷。下半场的时，这2个人会来甲恁讲，恁咧祈祷中间，上帝要甲恁讲啥？但是恁爱甲录起来，所以我有甲录音起来。2个先知甲我讲的话，拄我8分40秒，我怎啊摕转来？有影，我若无录音，大概转来拢袂记咧。转来是因为还搁伫游学的时阵，所以暗时也困袂去。暗时也困袂去，只好起来听看卖。若听若写，我一暗听8解，怎安尼甲写起来？若写的时才讲啊，我哪会较早我的信仰敢若有问题？因为我较早拢想世间的代志，我好亲像无去做我应该爱做的。虽然我咧上班的时，我定定甲阮的同事讲，来上班就爱，逐工爱快快乐乐来上班。啊，心内爱想讲，我会当替人做啥物？讲华语讲我这快乐，保持心情愉快，我能为你做什么？迄阵我拢定会甲人讲安尼。我做主管，我定定安甲人讲，但是轮到我家己的时，我哪会做袂到？有意思的是笑袂出来。当然后来听到这以后，我写起来了，我想讲袂使。上帝既然叫我爱去做，我就爱去做，因为内底迄个先知有讲说，上帝要用你，你有真侪的经验会使甲人分享。我想讲，我有啥物经验？我哪有啥物经验？后来想想着有啊，我有游学的经验，这几年中间。但是你安怎行出来？我听到迄个录音带了后，我想讲，我应该爱去问牧师才对吼。所以我当时有摕头一个去找林伯寿牧师，我放互伊听。伊听听，伊讲上帝要用你，恭喜你。摕互蔡信书牧师听，伊嘛讲恭喜。第三个，我去找罗龙斌牧师，台北李顺生纪念教会的牧师，我摕互伊，我哪讲互伊听，安怎放互伊听。但是我哪咧讲互伊听的时，竟然伫因的礼拜当厅内底放声大吼。我这世人毋捌吼遐大声的。但是我迄阵我心肝家己讲，袂使吼，袂使吼，因为足歹看，连伊人若对我过看到你会足无面子。但是我就是忍袂住，一直吼。当我一直咧吼的时，罗牧师伊也无讲叫我毋好吼，伊干那摕卫生纸互我。吼到一个惨站，有较歇喘啊的时，伊才讲：陈长老，我甲你讲，你若正经想要顶头生，你去甲迄2个下室咧。迄2个是啥？就是我伫新讲的时，逐工来甲我乱迄2个，舞到我足气的迄2个，互我下决心要来拼互人看迄2个。你去甲因下室咧，我掂掂。牧师讲，圣经内底有写，你家己知影。加在后来咧嘉南教会时，陈队长牧师有叫阮圣经爱对头读到尾，啊无我干那读迄2字尔。所以我嘛知影，所以我转来时，我随去编献圣经马太福音5章23、24节。当你摕祭物要来敬拜我的时，想起你甲你的兄弟若无好，你先下落去甲伊和好，才转来敬拜我。所以罗牧师讲，你若要顶头生，你先去甲迄2个下室咧。我果然去找因，因为我转来编圣经了后知影，所以我随敲电话去。但是我心肝想讲，人毋知要插我无。加在上帝嘛，还佫允准，互我甲伊见面，甲因见面了，佫甲因翕相，翕相了，佫传互罗牧师讲我有去。但是要甲各位兄弟分享是，当我安尼做了后，我发现我肩胛头迄个担拢放落啊，面子拢毋免想啊。迄阵才开始想讲，我要创啥？我伫职场上的时，我嘛定定会去写文章互人看，一礼拜写1篇，所以伫迄10年的中间写4本册。我迄阵想讲，无定我会当用写文章来帮助人，所以后来
我伫2018年4月开始，逐工写一篇文章，放伫网络上，甲 Line 群组安尼。所以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公司，不管富邦还是成功，我只要联络的电话，我拢去找因，甲因加 Line 写文章互因。当然，本来是逐工写。有一摆我伫加光教会时，阮有一位刘天生弟兄，伊讲：长老，你拢无照上帝的规矩呢？我讲：哈，奇怪，我哪会突然间甲我讲我拢无照规矩？讲上帝毋是讲做6工，第7工爱休困，啊你哪会第7工还搁咧写？袂使。所以伊讲一个，我才后壁拢一礼拜写6篇尔。第7工袂使写。当然，嘛无拍算讲我真是安尼写的时，但是我有心肝有想法是讲，我写的文章绝对是爱甲圣经节做结束。不管安怎写，上后壁一定圣经节，因为有看的人都会得读圣经。我希望用这个方式帮助足侪人读圣经。所以后来我的老同事甲我讲：总经理，我嘛逐工读圣经呢。我讲哈，真诶假？伊讲有影，啊，你的文章内底拢有圣经。所以我心肝想讲，上帝就是用安尼来帮助我行出来。当然，因为安尼，我嘛家己渐渐恢复迄个信心。我感觉讲，咱的人生内底，咱到底一生咧追求的是啥物？咱一定追求的是啥物？当然，今仔圣经在讲，咱就爱落落，爱享受什么款。但是，咱的生活中间，我后来非常欢喜的经节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6、17、18，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我伫职场上的时，当我还搁伫富邦产物做总客户的时，有一摆头家就是蔡明忠，伫电视顶头接受访问。访问这个主持的小姐问伊，甲伊讲：蔡董事长，你即摆事业做遐济，赚遐济钱，你是一个足成功的人。这个蔡明忠先生，伊伫咧电视顶头就讲，伊讲，伊用华语讲啦吼，成功如果没有快乐，就不算成功；成功若无快乐，就无算成功。但是上帝甲咱讲的是讲，你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特别是咱伫咱的生活中间，我才想起讲，我常常甲人讲，你要保持心情愉快，我能为你做什么？敢毋是这个经节所写的吗？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咱所拄着足侪代志，伫过去的日子，咱毋知影的是会想讲，哪会安尼？我哪会拄着这个代志？但是这几年的经验，我知影讲，上帝我拄了迄7年的期间，就是咧训练我，互我有这个经验。所以这几年中间嘛，有真侪人讲啊，长老，你也捌忧郁症？我讲看袂出来，我讲对啊，看袂出来。因为即摆无忧郁啊，但是，甲各位兄弟分享，人若咧忧郁时，你敢若头壳定来咧想，你毋若是敢若惊，你还阁会感觉生不如死。所以伫迄7年中间，我常常拢想讲，我要安怎自杀？我要安怎自杀？想足侪方法，但是加在上帝拢互我无迄个勇气，跳楼毋敢跳，举刀也毋敢拄。所以我拢无去做。所以后来我的大学同学问我讲：啊，你是安怎行出来？我讲我有信仰，我有足侪人关心我，因为我有疼伫我的身上。包括阮4兄弟啊，爸爸过身了后，阮4兄弟啊是每一个人1礼拜回去陪妈妈。我迄几年回去厝拢无爱讲话。妈妈咧看电视，我坐喺边啊。伊看啥，我就甲伊看啥，所以伊韩剧看，我嘛拢看韩剧。有一遍，当伊咧看电视的时候，我坐咧边啊，我头壳咧想讲，我要安怎来自杀？我头壳咧想安尼。结果，阮妈妈当迄电视咧广告的时，阮妈妈歪头，甲我讲：正如我甲你讲哦，你袂使比我较早死。所以，阮妈妈今年95岁，我希望伊活较久咧，因为伊若活较久，我就袂使死。
所以阮同事咧问讲是安怎你会行出来？我讲第一我有信仰，第二我妈妈，第三太太。阮太太有一摆我去洗澡，出来，阮太太跪伫面床头底下为我祈祷。加在阮太太咧替我祈祷，当伊安尼咧祈祷，我听到伊替我祈祷的时，我心肝想讲我是长老呢。结果是阮太太咧替我祈祷，讲互我阁徛起来。所以我迄阵我感觉讲，我一直甲上帝祈祷，上帝啊，你著救我，你著救我。加在阮查某囝伫民国100年结婚，伊甲阮太太共款，拢生无呢。结果一直到106年，2017年才生这个孙。我甲阮太太去美国，去2个月，阮太太做月嫂，我去做苦工吼。结果去迄个所在，阮查某囝生这个查某孙，我甲阮太太去到病院。阮囝婿将阮查某孙抱阮太太，我徛喺边啊。阮囝婿讲阿公嘛爱抱者。当我抱到这个孙的时，我感觉生命足奇妙的。我抱到这个孙的时，我想讲，阮这个孙有一天会大汉，有一天若大汉了，人问讲啊，你若讲安怎？讲啊，阮阿公都袂讲话，袂笑，袂讲话。安尼是要安怎？所以我迄阵啊下决心讲，我转来，我一定要起来，要改变我家己。结果转来2017年的12月，牧师叫阮去上课。2018年1月13、14去上课，上课转来了后，就经过这个代志。所以我深深的体验讲，上帝要救咱，伊有伊的计划，伊有伊的时间。所以我的同事，包括我的同事甲我的同行咧问我的时，我拢讲。有这几点的原因，但是真感谢上帝，是我这个信仰是自细汉就伫我的身躯边，只是我唔知影讲啊，这是一个宝贝，这是宝贝。所以咱的生活中间，咱定定伫教会内底看到人拢讲平安哦，平安哦。迄个平安并唔是讲你身体袂破病。伫高南教会有一个尤坤英兄弟，伊捌车祸，所以伊坐轮椅。特别若看到人，只要若看到伊，拢笑眯眯，拢甲你打招呼。看到查甫的讲帅哥，看到查某的拢讲美女。人逐个讲无啦，无影，无影。伊讲若无影，你哪会结婚？你有结婚就表示你是帅哥，恁太太才要嫁你。啊，你美女，所以恁先生才会甲你娶。有可能兄弟，甚至伊因为坐迄款轮椅，所以伫嘉南教会伊捌2届佫出车祸。出车祸伫民生医院，阮这牧师甲长老去甲看。咱想讲伊去啊，可能大安尼足艰苦的伫遐嗨，无拍算去到迄个所，就看到阮，牧师平安，长老平安，笑眯眯啊。讲啊，你哪会拢袂迄落啊？伊讲我有主通去，上帝若要叫我去，我就去。哇，去上帝遐足好诶。啊，若无爱我去，啊，就是伫遮甲恁嘛足好诶。伊的信仰是完全拢平安，不管什么代志，伊拢拄着平安。所以有可能兄弟嘛，我一个真大的感受，就是讲，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咱的信仰到底对咱的帮助是啥物？头拄讲，圣经甲咱讲的，咱到底咧为啥物？咱伫生活中间，包括伫教会内底，咱定定拢听，甚至去讲传福音，拢会讲一句：既然劳苦担重担的人通来我遮，我就要互恁得到安息。这咱定定拢会去人讲，但是29节讲：我心内柔和谦卑，恁着背我的担，学我的宽恕。但伫咱的生活中间，我头拄讲，我是安怎会行到尾啊，变讲会去拄着忧郁症，因为我骄傲。但是主耶稣讲，你要心里柔和谦卑。
即几年中间真大的感受就是，当我行出忧郁症了后，我逐工拢感觉真正的快乐。对2018年了后，我会使讲去到倒位，我毋知影讲我有啥物丢，我每一个人看到我拢感觉非常的亲切，大家拢真欢喜，甚至较早无欢喜的人拄着我嘛是甲因真正的欢喜，因为是安怎？我上怨恨的人，我就会使去甲伊好好啊，我哪有啥物敌人？咱的信仰伫咱帮助咱，伫咱的生活中间，其实咱逐工唯一的就是爱嘛，爱快乐。所以我咧写的册后来讲会去出这本快乐利他分享，这本册就是因为圣经竟然甲咱讲要常常喜乐，要常常喜乐就是爱快乐啊。咱基督徒人若看到咱基督徒，有人我捌听到一个牧师讲，咱基督徒无悲伤的权利。因为你有上帝通靠，你是安怎就悲伤。所以咱应该爱逐工拢爱快快乐乐，但是毋是干那你快乐就好，你爱去你快乐中间，咱讲为什么爱讲不住的祷告？圣经甲咱讲，咱的祷告毋是为着咱家己祷告，是爱替你的，包括你的受敌人，你嘛爱替伊祷告。只要祝福，毋通咒诅。所以伫咱的生活中间，我体验就是，你爱基督徒，咱的信仰帮助咱，因为上帝是疼，上帝是爱，爱就是福，爱就是给，给就是福。咱的生活中间就是安尼，包括讲咱伫圣经伫迄个使徒行传内底吼，有来圣经内底甲咱讲的，讲主要所讲的。互人的比甲人摕较有福气。华语讲说，施比受更有福。咱伫咱的生活中间，但是咱的生活内底，咱会当摕啥物样互人？有人拢会想着讲，咱会当互人的就是钱、物件。但是即几年中间，我真大一个体验，咱会当互人的就是互人有平安、有喜乐，有平安、有喜乐。最后，我甲大家分享一个，我家己即几年中间，逐工安尼写，逐工安尼写。我大学的同学，前年，阮一个大学的同学，因为大肠癌过身，阮到伫台北第2殡仪馆伫迄个所在，伊用一般世俗的方式，就是咱讲做公祭。阮去迄个所在。因为伊是用公祭方式，所以阮这同学有一个同学伊是食菜，所以伊就带这个同学伫迄个所在徛伫遐咧念，因都念干那都阿弥陀佛啦吼。我徛咧后壁，我讲毋免，我徛喺遮，我替恁祈祷就好。煞，大家行出来，出来时伫迄个食堂的门口有迄面桶，脸盆。内底有水，搁有等几个敢若兰花啊，什物花吼，放伫内底。即摆看人出来，就有人徛喺遐讲，来，手洗一个就会平安，洗一个手就会平安吼。我相信咱真侪人拢捌看到即个场面吼。我行伫上后壁，因为我徛喺边仔祈祷尔嘛，我也无迄落，所以我上后壁出来。我上后壁出来时。共款，伊嘛讲，来洗一个手较平安，洗一个手较平安。我甲讲，毋免，谢谢，我心内有平安，我心内有平安，所以我就无洗，我就怎行出来。行出来时，阮遮个同学内底有一个定来带阮去爬山，这个同学，伊看我无洗手，伊就对后壁来，但是伊有听到我讲，我心内有平安。所以当我安尼出来时，伊竟然对我后壁来。伊讲詹姐，小等咱去爬山的时，伫迄顶头遐有一个凉亭吼。伫迄个凉亭遐，你是毋是会使替咱遮个同学祈祷，互咱心肝拢有平安？我想我测一下，伊主家己要求的哦，你替阮祈祷，互阮有平安。当然我心内足欢喜，我讲好啊，那当然上好啊。所以去到迄个山顶的时，真像影。我拢掂，我也毋敢讲啊。然后伊就宣布咱即摆请迄个咱的
站长老吼，因知影我长老，站长老来替咱祈祷，咱大家都有平安。结果我有一个同学，伫新竹最有名的昆山建设的头家，陈宇2分钟，伊讲叫我祈祷袂使超过2分钟啊。哦，伊叫我讲袂使2分钟，我就讲啊，无你祈祷要用华语也要台语。伊讲凊彩，所以我就伫迄个所在替因祈祷。祈祷煞，阮即个同学讲，陈生，我伫教会真久，毋捌听到人讲祈祷遮好听的呢。我心肝想讲，你伫倒位聚会？伊讲我天主教的。所以咱伫咱的生活中间，有当时啊，互人欣赏你知，有快乐，有平安。咱的生活中间，有当时啊，咱讲传福音。我毋是摕钱去传福音，是咱将咱的心内的迄个平安甲喜乐传互人。传互伊的是，伊嘛有平安，嘛有喜乐。所以我的顶头生了后，即几年中间，我会使讲，逐工拢真快乐。因为我感觉足侪朋友的，伫教会还是伫社会，拢有足侪，甲咱拢会当相斗阵，用疼互相来斗阵，互相来关心。所以，我伫嘉南教会遐侪年中间，对陈道阳牧师信上学一句话，伊定定讲一句话：简单明了记会条，简单明了记会条，讲道爱简单明了记会条。我即卖的体验是讲后壁有3字伊无讲着，简单明了记会条，爱阁做会到。你若做袂到，我就是半路翘起啊。咱所信的对咱有啥物帮助无？互咱顶头生，互咱逐工拢生活真快乐，互人看到咱拢感觉真平安。那安尼，咱的生活才有法度。所以即几年中间嘛，有人讲：哎呦，传福音很难，传福音很难。无毋对，咱即卖台湾即个社会，你要甲人传福音，有好传无？无遐简单呢。因为你讲听听，伊就无咧甲你信。但是，若互伊感觉讲，信这足好诶，伊家己就会来，伊就会来找你。所以，颠倒是咱伫咱诶生活中间，咱要安怎互人感觉讲，你诶信仰伫你诶身上，就是真正诶快乐，真正诶有平安，不管拄着什么代志。所以有当时咱来讲，咱若顺服，就会当得福；顺服就可以得福。上帝伫咱身上，甲咱安排诶，拢是上好诶。经过我的忧郁症了后，我就体验了一点：咱上帝伫咱身上所予咱遐个苦难，遐个苦难就是化贵中的祝福。苦难是上帝给你化的妆的祝福，伊要予你的祝福，但是你看起来是敢若是一个苦难。迄7年，互我真大的苦难，我感觉足艰苦的，暗时也困袂去。甚至我的体重对83公斤，落甲剩67，一寡衫拢换了了，结果佫飞倒转来吼，所以即摆只好佫去买。感谢上帝，所以咱伫咱的生活中间，我真正的感谢上帝，互我有这个信仰，互我经历这个，包括这个足济，互你感觉是苦难的，原来这拢是真好的祝福。咱三甲来祈祷，主边里面听阮的爸上帝。阮知你是听阮的上帝，阮的一切拢是你所授赐，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透过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代志，互阮体验主你伫阮身上的恩典。也恳求主你帮助，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所行所做，会当得到你的欢喜，互阮诚侪应神益人的人，也互阮伫阮的生活中间，甲人、甲上帝拢有好的关系。也恳求主你祝福阮逐人伫阮的生活中间所做的一切，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求，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免。感谢詹长老用伊人生的经历来做分享。那故事第2章26节有讲，
身躯无气是死的，信心无行为嘛是死的。所以，咱不只爱了解圣经的道理，也要对生活中努力来实现出来，脱离这个虚假，学习基督耶稣的模样，活出真正主所喜悦咱的生命。请咱三家来吟回应的诗，圣诗611首。地主的人有幸福，请大家一起来吟全首。请伊奉献来回应上帝恩典，请奉书献的同工。
福音的主日，咱感谢蒋长老今仔日的见证甲分享。后礼拜主日是古月节的连假，愿上帝保守众兄弟假期快乐，出入平安。后礼拜嘛是延期2长的礼拜，欢迎兄弟来参加。新冠肺炎伫台湾扩大，大部分是轻症。咱疫情中心采取甲病毒共存的政策。咱教会防疫的措施是，2长礼拜也是延期实体甲线上拢有。事工团队会使家己决定聚会的方式，请甲教会办公室来报备。若是雨衫的同工是有健康的顾虑，也是快筛阳性，也是需要居家隔离，请事先来通知咱教会的办公室，也是相关的同工来方便调度安排雨伞者。请兄弟会使家己自我的评估家己的健康，来考虑是毋是要来参与教会逐项聚会，来提醒甲鼓励兄弟来注疫苗的追加剂。教会兄弟若是团契小组有确诊需要任何的协助，请联络咱的关怀团队，也是咱的美生长老。咱有调无信餐杯饼的服侍。若有兄弟爱参与，请咱的玉山干事来报名。那近期教会因为事工的需要，有办理2项事工的奉献，捐款的奉献。第一项是幸福小组的福音事工，第二项是7楼影响的新港的设备，请兄弟来关心奉献。具体的消息是，咱宴会的执事5月10号，因为胰脏癌安歇主怀，已经伫5月18号举行火化甲树葬的礼拜。愿上帝来安慰遗族甲因的亲友，请咱的兄弟来关心甲代祷。以上报告，来请牧师来补充。兄弟姊妹平安，今日特别邀请咱的詹俊如长老来到咱中间来分享伊的真好的见证。过去呢，常常听过伊遮的见证。忧郁症伫一个成功的人的身上有遮大一个影响甲变化。过去咱也感觉讲，忧郁症可能是一个真重大的一项事，可能一生中间忧郁症关系就无法度来爬起。但是伫即几年甲伊接触中间，看见一个人生命会当完全对忧郁症中间行即个光明。我相信是靠上帝上帝伫伊身上有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生活的形态，特别对人生有一个新的、更较光明的看法，所以会当行出忧郁症。所以今仔日邀请伊来分享这个见证，特别帮助咱可能有真大的成就，咱嘛可能有爬进到人生的高峰，但是咱嘛可能陷入到人生的这深谷内面。但是上帝是咱唯一的依靠所以咱会当透过伊的见证中间来了解咱人生的起落中间，其实是上帝真做咱的快乐，会当对这忧郁症行出来这个深谷，用行光入面的时阵，会当真做人真大的祝福。所以写册真多啦安尼所以每一遍阮咧看咧读的时候，感觉得到真大的帮助。这拢伫伊人生中间真深切的这个体验而且拢是真正面、真正向互咱会当产生对咱的活命一个更较积极的一个回应。这个回应毋是哪讲咱家己心灵上有一个深的一个平安之意，我想会当带互逐人真大的一个鼓励安尼所以我听到谈到伊见证真好啦心内有平安。一句话，一个见证会当伫伊这朋友中间产生遐尼大一个涟漪安尼。所以一句话，伊可能嘛无想到，但是这是一种见证，心内有平安。但是也可能无想到讲伫伊边的人，无论是事业偌成功，伊拢欠缺
内心的平安，拢需要这份平安。所以我相信这也是咱每一个基督徒应该体验。不管咱伫什么种情形内面，基督徒嘛是含入到真深的有益。但是呢，咱向上帝、向光来转向，安尼时阵，我相信上帝嘛帮助咱。伊这本册真好，利他分享，分享就是一种生命丰盛的表现。所以咱可能讲内向，这个内向不是迄个个性的内向，咱是讲到咱拢个人咱家己，看咱家己的软弱，看咱家己的唔好，还是讲看咱家己损失，但是伫这个所在，当你分享帮助别人，会当行出这种咱家己本身的时阵，带互人真大的利益帮助分享的时阵，安尼咱会当安尼更较丰盛所以伊有送咱几本册所以咱伫咱中间若是有爱咱就来摕5本尔啦5本尔所以如果你若感觉有需要你就来甲我摕啦安尼。来伫这个所在特别讲咱的疫情的关系，虽然这个所在讲到轻症啦但是我接触兄弟姊妹了后，因有回报其实这个轻症无一定真正轻症，可能会阁留了一寡这后遗症所以这个长新冠意思就是讲新冠得了毋是敢过去尔，有可能留伫你的身就有一寡这后遗症，咱毋知影，还是慢慢的恢复安尼咱有真侪兄弟姊妹有回报因有确诊而且有的是全家安尼确诊所以有鼓励咱兄弟姊妹真细意出去的时阵咱喙暗就暗好势安尼若是真正有这个确诊的时阵真需要教会兄弟姊妹教会来斗相共请你来回报安尼我知有是全家拢得全家拢得时拢袂当出门所以这就需要咱兄弟姊妹去咱祈祷帮助因替因祈祷鼓励因特别就是讲咱若是服侍同工你就有一寡这疑虑可能自主管理还是居隔咱就甲牧师讲者甲玉山教师讲者讲我都袂当来服侍，我都安尼居隔所以呢咱就会当有条件请兄弟姊妹就同工来斗相共这方面牧师嘛有这种危机意识啦可能有来请几位伫咱教会会伫讲道的安尼，若是讲万不离牧师有确诊，迄个礼拜呢要安怎都牧师讲道所以嘛要安排还是请人来讲道啦安尼嘛要有请人临时会当补位所以伫咱中间有小杨长老啦，还是董理长老啦伊即拢会当讲道可能准备好势随时就出来安尼啦还袂找因讲不过就是讲有几位已经甲因讲，就讲请你安尼加准备一篇讲章安尼准备好咧安尼嘉南教会咱将进入长老因的教会的母会牧师就是有确诊这即摆毋惊人知啦足侪牧师拢确诊拢临时要安怎呢可能就是暂停聚会，牧师巴肚讲头暂停聚会用视讯我想咱若有同工有即个条件的需要，包括牧师也是拢要有出手随时准备。恳求上帝保守咱伫这疫情中间会当得到真大平安互咱得到有即个确诊，会当得到真紧的医治啦安尼好所以不过到即个所在，恳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伫即个生活中间呢，会当保守咱出入会当得到平安。兄弟姊妹若是有疑虑咱就当处理若无你就感觉讲我伫现场做礼拜较好咱嘛是来到即个所在，所以咱拢维持2场的礼拜拢继续咱会当选择伫厝选择伫来教会中间咱是真自由上帝保守咱。特别伫这个所在要讲到迄个燕汝执事燕汝执事伫尾后的时阵咱较少看到伊身躯艰苦但是伊无安尼去特别安尼咧讲啦所以大家拢知影讲会考虑一寡身躯的问题后来伊也真客气家庭非常简单，所以伊后来对伊即个南部的亲情
也是对咱教会，伊拢无事先安尼真明讲，但是逐项代志拢安排好势，逐个代志拢有做一个真好的这安排，一嘛写批，阮这亲人，阮咱教会来道别吼。我手头有伊个批，但是我无起来吼。有一工，可会咱去念伊个念伊个这个，互咱教会人个批啦吼。安尼，大家惜别吼，安尼非常毋甘。但是咱有几位咱的长职上年兄弟姊妹去到厝里去来慰问安尼吼。所以咱真毋甘伊会离开，但是伊已经有做真好的安排吼，安尼。所以厝内底人伫忧伤中间，慢慢接受这个事，安尼吼，伫这所在特别甲咱来分享，讲叫咱众人也为着燕如因的家庭来祈祷，忠良甲伊的囡仔伟翔，伊的太太民芳，愿上帝安慰，甲因三个同在。来今祝福册签的诗，圣诗48首，愿主人脉甲你同在。今时线要请黄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来今。拢袂伤害恁，上帝甲咱同在，三同行。虽然疫情，但是上帝陪伴咱，保守咱，脱离这个病情，赏赐咱平安。原来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赏赐的平安，甲咱众人三个伫地，对打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谢谢，得到上帝祝福，多谢。